Good morning, good evening, good afternoon, everybody. 各位早晨、午安、晚安，多謝你哋參加我哋今日嘅佛法分享會。今日我哋同大家講嘅主題咧就係成為太陽。但係我開始講主題之前咧，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啲我自己嘅體驗啦。嗱，我而家返咗嚟澳洲啦。琴日咧，我就去 supermarket 買嘢，咁佢哋啲自動俾錢嘅機器咧，我走埋去，咁我就喺個袋度想摷一個嗰個環保袋出嚟。到我摷到之後咧，然後開始去 scan 嗰啲 item 啦。突然間咧，有一個 supermarket 嘅職員，好高嘅男人走埋嚟，佢話嗱，你唔好向後褪啊，有啲嘢喺度，一陣間你跌跣親啊咁。我望一望，我嚇一大跳啊！原來係我自己嗰個 wallet 跌咗落地下。你知唔知嗰個 wallet 係有我所有嘅身份證明、credit card、錢乜嘢都喺晒度？我唔知道原來自己跌咗出嚟。如果呢個職員唔提我嘅話咧，我大頭蝦買完嘢之後推個車仔走，就跌咗個 wallet，咁我就死都唔掂噶啦，因為我乜嘢證件喺嗰度。所以咧，即係我覺得好好彩咯。我時時身邊咧都有諸天善神去維護我嘅。嗱，同你哋講多幾樣嘢啊。好多年前咧，我去南美旅行，咁咧我就坐咗的士去個巴士站，然後上巴士。咁我因為驚住人打荷包咧，我啲錢咧就係冚唪唥擠晒落褲袋嘅。咁我俾完的士錢之後咧，咁我就上去個巴士啦，個旅遊巴。有一個男人追到上嚟旅遊巴揾我嚇一跳。做乜事咧？佢原來攞翻一嚿錢，一卷錢啊！佢話你跌咗錢啊，小姐。你想唔想到喺南美殺人搶嘢嘅地方會有人執到嚿錢俾翻我嘅？咁樣係第一次，即係我真係好大頭蝦嘅，我都唔知點樣改。第二次我又喺南美喺個公園度，我想買頂帽。咁啊，俾完錢之後咧，又係有一個男人走埋嚟，小姐你跌咗錢啦咁。兩次啊，喺南美有咁嘅事發生。有一次咧，我就同阿 Chloe 去英國玩，咁啊落咗火車之後咧，因為好多行李啊嘛，一路行，點知有個女人追上嚟，我成個手袋跌咗落地下，我都唔知。所以好得意噶，我成日同大家講，當我哋唱念南無康寧基歌嘅時候，前後左右有4位佛去護住我哋噶，所以好多時我哋好平安噶。嗱，嗰4位佛咧就喺我哋手揸個佛珠左手邊嗰2粒珠嘅下邊，大約幾寸度啦。你開始見到有2粒細珠，再落去下邊啲有2粒細珠，前後有4粒細珠。呢4粒細珠就係4個護住我哋嘅菩薩，所以我哋俾心機念經嘅時候係有維護噶。好啦，咁我再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咧，就係我好中意咧將我生活嘅細節同大家分享噶。點解咧？2個原因，因為我全世界周圍走噶，咁我想見到嘅嘢，我好想同大家分享，等大家咧就算冇去到嗰個地方咧，都會知道嗰地嘅風土人情。但係咧，後尾我發覺咧，原來我咁樣做咧，有啲會係覺得唔開心啊。原來佢哋即係覺得我都冇咁嘅機會，你有咁嘅機會咁，同埋亦都咧。有啲會友同我講，佢話你知唔知道有啲人搭巴士都冇錢㗎咁？我聽到打個突，淨係我原意唔係令到你哋唔開心㗎，係想鼓勵你哋。原來你俾心機努力呢個佛法係可以得到好多嘅福運，係改變你嘅生活㗎。而我亦都好出奇，點解嗰個會友唱題唱到連坐巴士都冇錢，坐車都冇錢嘅咧？咁樣係咪修行佛法嘅時候有問題咧？所以我嘅原意就係鼓勵大家，如果你而家暫時做唔到嘅嘢，你俾心機啲修行佛法，你一定會做到嘅。我記得我初唱題嘅時候咧，教我念經嗰個會友，佢已經努力行個佛法，令到佢完全唔使做，日日就去教人念經。咁我多時都同佢，即係我自己嘅心講啊，我話如果我好似佢咁就好啦咁。當然啦，我努力喺個佛法度去唱題啊，去開會啊，廣宣流布。咁若干年後，我咪可以做到我想做嘅嘢咯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咧
與其係唔開心，不如我嘅原意就係希望大家努力啊，去達到你要嘅目標啦。好啦，題外話講完啦，而家咧我就開始同大家分享今日嘅主題，成為自己嘅太陽。我開始啦，你有冇發現咧，能夠產生價值嘅，你所睇嘅，能到你產生價值嘅，就係人哋，係人哋令到你產生價值嘅，令到你自己躊躇嘅咧，你睇到嘅都係我。做自己嘅太陽啊，先至能夠成為別人嘅光。意思係啊，先要自我肯定，獨立成長，成為自己生命中嘅力量來源，先至能夠進一步照亮他人，俾人幫助佢哋，啟發佢哋。呢句話強調咗自我價值嘅重要性，同埋透過個人嘅成長同埋溫暖去影響人哋，創造正向嘅循環。我哋成為內在嘅光，意思係要建立自己嘅信心同埋力量，獨立解決問題，唔係靠人啊，靠自己。因為我哋自己有個二本尊噶嘛，我哋有唱題噶嘛，你只要向二本尊祈求唱題，你就會有解決嘅方法噶啦。唔好靠人，靠自己。好多時咧，好多人話男人唔肯信佛法嘅，男人唔肯唱題嘅，佢哋淨係靠自己嘅。我就希望有機會同佢哋講，呢個佛法就係叫你唔好靠人，係要去靠自己。但係靠自己之時啊，你要有咁嘅智慧噶嘛，有咁嘅能力去解決問題噶嘛。所以我哋咪要唱題咯。我哋好似太陽發光一樣，讓自己充滿能量同埋自信，可以成為其他人嘅光芒。當你唔需要人哋去照亮你，你就可以照亮其他人。你嘅存在善良同埋力量，可以幫助嗰啲正處於黑暗或者迷茫中嘅人，俾佢哋希望同埋方向。呢個係一個正向嘅循環。透過做自己，你不僅能成為自己嘅太陽，亦都因為自己豐盛，成為別人嘅光。呢種幫助佢人哋嘅善意，亦都可能令你得到更多嘅力量。或者今日嘅你啊，工作非常簡單，但希望咧，你可以將呢份簡單嘅工作放大佢嘅價值。呢啲價值啊，可以由以下嘅方式開始嘅。譬如有新同事唔識嘅地方咧，你主動去教佢。有啲人工作表現唔好，你可以自動建議佢。有啲人遇到悲傷嘅事情，你可以主動去陪伴佢。嗱，呢啲就係我哋學會教我哋廣宣流布，去鼓勵他人。嗱，你有時可能問自己講啊，咁麻煩，點解要我做啊呢啲嘢？有啲人就話，我自己都冇乜表現，有咩資格去提議其他人呢？我心情都唔好，點解要我去陪人啊？呢啲係其他人嘅工作，跟我冇關係。嗱，我無數次聽到好多會友話，我自己都未好，我點樣去教人念經啊？咁我當時同佢講，我雞同雞蛋邊樣先？有雞先定有蛋先？你以為自己唔好，你就唔去教人念經，咁你一世都唔會好。其實我哋嘅佛法主要係叫我哋幫人，你幫咗人之後咧，你就越嚟越好噶啦。因為咧，我一初入信嘅時候，我就聽到前輩教我，佢話你自己，除非你死人冧樓，你就唔好你自己去幫咗人先，然後幫咗人之後咧，你發覺你自己真係會越嚟越好嘅。有冇同大家講過我自己一個例子？就係好多年前，我係跌落低谷，咁我喊，然後咧同個前輩喊咗2次，佢就鬧我啦。你死人冧樓啊？
唔好理自己去幫咗人先啦。咁我真係聽咗佢話，唔再理自己啦，去盡量去鼓勵人哋。然後喺鼓勵人之中咧，見到人哋越嚟越好咧，我心情回復翻，有翻自信，同埋亦都自我價值而家提高咗，因為我幫到人啊嘛。所以從幫到人之中咧，你就幫到你自己啦。所以千祈唔好話，我都唔識點樣教人念經，我點樣教啊咁。其實你越唔識，你就係越去教人。你只要需要有個慈悲心，話俾人聽，呢個已經好好噶，好多方面都幫到你噶咁。咁如果人哋問你問題，你答唔出嘅話咧，呢個就係一個機會，俾你知道你自己有啲乜嘢不足而去學習。咁你可以話嗱，我嘅知識未夠，我就係知道呢個經係好好嘅。我去問前輩，問到答案之後，我答翻你。嗱，呢個過程你真係幫到自己噶。其實你答唔出嘅嘢就係你需要學嘅嘢啊嘛。如果你唔去教人念經嘅話，你點樣俾人問到你個問題，令到你去學習咧？好啦，我正話講話能夠產生價值嘅，令你產生價值都係人哋啊。你去鼓勵人嘅時候啊，你喺人哋身上學到嘢，你亦都發現自己有咩不足，係咪真係幫到你自己咧？但係有好多人咧，就係將自己睇得太重啦。I, me, my, mine。咁所以你點樣成長咧？我哋嘅佛法啊，最主要係乜嘢？係要你幫助他人噶。每字作是念，以何令眾生得入無上道，速成就佛身。係要我哋每一刻都諗點樣去幫到人，令到人哋可以成佛噶。同埋我哋嘅佛法係雙贏噶嘛。你越幫得人多，你自己會越嚟越好噶。因為你要幫人啊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噶。如果你喺街邊度乞食，搵朝唔得晚，你點樣去幫人呢？所以你越幫得人多咧，你就越嚟越好噶。你越嚟越好咧，你又越幫得人多噶。呢個係良性循環嚟噶嘛。嗱，我哋要謙卑，唔係要你低調啊，係要學別人身上有冇值得你學習嘅地方，有冇可以幫忙嘅地方。呢樣啊，就係同做自己太陽，就係同樣一件事嘅啫。你嘅謙卑幫助咗你，願你願意真心為咗他人好，而努力提供協助。當你協助其他人嘅時候咧，你自然成為別人嘅光，你亦都做咗自己嘅太陽。我哋佛法有話啊嘛，為人點燈，明亮眼前。你幫人即係幫到自己，咁樣一個循環，善意嘅循環建立起嚟之後咧，我哋會突然間有日發覺，喂，原來最大嘅受益竟然係你自己喎。因為呢20幾年，我不停嘅修行，不停去鼓勵別人念經，我發覺我自己真係變咗好多，我都唔知點解，即係有好多方面我改變咗。譬如我好嬲某一個人嘅話咧，我而家完全唔嬲咯，因為我明白咗因果嘅關係啊嘛。所以你越幫人多咧，你就真係自己越受益。總之啊，自己成為太陽，咁樣咧，一切黑暗都會消失啦。不論處境如何，決意要成為太陽，悠然活下去。嗱，講到太陽啦，有時都會被烏雲遮蓋嘅，但係即使有烏雲啊，太陽仍係太陽。你烏雲掩蓋咗你嗰一刻，你自己其實仍然可以發光噶。雲唔會一世遮住你噶，佢會行開噶。你光芒一定喺度噶。所以咧，我哋就是有時喺痛苦當中咧，唔可以失去內心嘅光輝，就係你自己嘅信念。你自己信自己係佛，你自己有自己嘅能量，你一定會解決所有困難嘅。呢個就係我哋修行嘅主要嘅原因同埋得着。好啦，跟住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咧，
就係自他皆幸福。其實日蓮聖人教導我哋佛法，就係要我哋自他皆幸福。呢個方式唔係要你犧牲人哋，又唔係犧牲自己。時田會長話：唔會只有自己幸福㗎，亦都唔會只有人哋不幸㗎。但係我哋唔可以將自己嘅幸福建立喺其他人嘅不幸之中。佛法教導我哋保持智慧同埋慈悲，以自他皆幸福為目標。佛法信仰者嘅生活方式，自他共有慈悲同埋智慧，唔係淨止自己啊，其他人都要幸福㗎。時田先生話：自己幸福好容易，但係唔算係乜嘢嘢㗎。你哋要令其他人幸福，先至係信心嘅真諦。日蓮聖人話：幸福嘅內涵係智慧同埋慈悲，即係佛界。這兩者都包含喺信心意志。大聖人教導：今日蓮等雷唱奉南無妙法蓮華經嘅時候，必成為無作三身之佛，是為喜也。呢啲係歡喜之中嘅大歡喜。戶田先生話：個人嘅幸福必須與社會嘅繁榮一致。個人嘅幸福唔係指利己嘅主義，而係自他皆有智慧與慈悲，確立真正主體性。唯有法華經啊，先至擁有個人幸福同埋社會繁榮嘅力量。因為點解呢？法華經有好多教導㗎嘛，叫我哋去改變自己，去做人間革命，去做廣宣流布，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好，令到其他人變得更加好，咪可以幫助社會嘅繁榮咯。為他人盡力，令自己變得幸福，係菩薩道。世界有好多心靈受創嘅人，我哋應該對他伸出援手。對他伸出援手，其實係幫緊自己，治癒自己。1個月前、2個月前，我諗我喺屋企同大家一齊開會研究佛法，其中有一會由頭到尾都唔出聲，到最後呢，我就開始同佢傾偈啦。咁佢哋一路喊，講佢自己唔開心嘅遭遇。其實呢個遭遇呢，已經係好耐以前噶咯，10幾20年前，但係佢一路都放唔開，所以一路喊，好唔開心，成個樣都係好唔開心。我記得我哋同佢傾咗好耐，到第2個月佢哋開會嘅時候，成個樣唔同晒喎，開心晒，放開晒，笑晒。佢呢個表現呢，淨係佢鼓勵到我㗎，知道原來呢個佛法真係可以令唔開心嘅人變得開心，所以佢係鼓勵到我啊。所以幫人嘅時候咪幫到自己咯。人呢，一有煩惱就認為，唉，冇人慘過我㗎啦咁，所以呢，自怨自艾，對周圍嘅事情都視而不見，被自身嘅苦惱束縛，陷入不滿與失望之中，令到生命力衰退。就係呢個會有咯，淨係睇住自己不幸。所以其實啊，我同大家分享我嘅經歷啊，我嘅旅遊體驗啊，我就要俾大家放開眼睇下世界上有好多美好嘅嘢，唔好淨係耷低頭睇自己啦，岳高頭望下世界係好美好嘅。可以嗱，可以俾人活力嘅係乜呢？就係關懷他人。利己嘅主義啊，淨係為自己嘅話呢，你唔會有幸福㗎。
反之，為他人付出嘅時候啊，生命泉源會隨之湧現。照顧他人不但可以引出他人嘅活力，亦都可以加強自己嘅生命力，擴大他人嘅生命境界，自己嘅境界亦都隨之提升。利他與自利相得益彰，呢個係菩薩道之妙處。好多年前，我去到英國，咁咧就我去英國個學會念經啦。但係當時我唔知道食咗啲乜嘢，嘔啊！直情喺個學會入邊嘔。但係因為我約咗另外一個會友，新識嘅會友，我要鼓勵佢噶嘛。就算自己嘔完之後咧，我都照樣去翻嗰個地方去見個會友。當時我家姐話：你自己都嘔咯，你仲去幫人？我話我約咗人嘅話咧，我一定要幫噶。咁但係咧，因為我決意去幫人啦，我唔舒服嘅症狀冇晒啦，因為我要提起精神啊，去幫人噶嘛，咪自己變咗冇事咯。其實啊，現實中每一個人嘅生命裏邊種下咗幸福嘅種子。好似路途好遠，但係就係改變地球嘅根本作業。等我哋播下咗種子，個種子成為大樹，佢就會百花齊放，碩果累累，供大家喺樹下乘涼。自己要成為這樣嘅大樹。其實啦，我嗰時啲細路哥咧就都係未成長啦。咁我當時咧同御本尊祈求，我話我希望我啲細路哥咧，同埋我自己啊，可以成長成為一個大樹，俾人哋可以乘涼遮陰，亦都有果實可以俾人哋充飢。我係真係咁樣祈求噶，因為佛法係自他皆幸福噶嘛，自他皆幸福先係真實嘅大道。仲要係大家都能成為勝利，所以為對方竭盡心力，我哋都仲要多謝佢嘅喎。要諗，因為那個人煩惱令到我哋成長，我應該感謝佢。為咗嗰人奔走，令到自己變得堅強，我哋應該感謝。大家有冇發覺呢？我以前都好多時都有㗎。我哋去開會之前呢，因為頭痛頭暈啊，因為覺得好攰啊咁啊。但係到你開完會之後呢，你個人精神晒㗎喎，就係因為嗰種積極向上嘅力量嘅能量啊，係幫到你自己咯，提升到你自己咯。事實上啊，為廣宣流布付出嘅行動做得幾多，你就積聚到幾多嘅福德同埋智慧。創價學會嘅活動啊，兼備咗利他同埋利己兩方面。同人見面，為人祈求，寫信鼓勵，就算對方爽約，你都再去探訪佢。呢啲好似係好小事啊，亦都有人認為，你咁樣做咪嘥氣咯。但係啊，你回頭一看，你會發覺冇絲毫白費㗎。我哋喺佛法上任何嘅努力啊，都係一定唔會白費㗎。為有人奔走啊，令到自己變得堅強成長；為有人唱題，令到自己內心變得豐裕。10年、20年之後啊，一定會明白一切都已經改變，自己成為無價之寶。我就係啦。20年之後，我真係發覺自己改變好多喎。同埋我喺仔女心目中啊，就係一個寶嚟㗎。佢哋錫我錫到不得了。我臨上機之前啊，我女仲同我仔講：我將媽咪交俾你啦。咁呢句説話真係好令我感動。同樣地，人哋感謝你嗰一日一定會嚟到㗎。一生中
能夠造福多少人嘅話呢，對人嚟講係最珍貴嘅。我哋要互相尊敬，並肩向上。誠實啦，呢個佛法教導最多嘅地方教導我就係尊敬別人咯。即係我以前呢，我心地好好，但係我唔係好識尊敬人㗎，因為我做生意㗎嘛，我指你做嘢你就要做，我叫你做嘢你要做，即係我真係唔識，因為我請你返嚟㗎，我俾你做嘢㗎嘛，即係我唔識尊敬人。嗱，我心會多謝佢㗎，但係表面上唔識尊敬佢。但係我學咗呢個佛法之後呢，我係會尊敬每一個人。譬如琴日提醒我跌咗銀包嗰個職員，我臨走之後再三一次多謝佢，我話 You save my life， 因為我所有嘅重要嘢喺度㗎嘛。同埋呢，每一個幫助我打電話呢，幫助我嘅人啊，我一定話同佢講，我話 very good， you are very good， 多謝晒你啊，我真係好多謝你，我真係衷心嘅感謝，係我多謝同埋尊敬對方，佢出心幫助我，所以我嘅人緣係越嚟越好㗎，因為我識得感恩，識得感謝嘛。天眼第一嘅阿律耶係釋尊十大弟子之一，佢為咗深刻反省，喺釋尊瞓覺嘅時候瞓咗覺喎，佢閉埋眼斷眠瞓覺修行，令到佢眼睛失明。但係據講佢打開咗心眼。有一日呢，佢想補衫啊，睇唔到喎，穿唔到線喎，感到好苦惱啦。自言自語地講：有邊個想積聚福運，幫我穿線啊？咁嗰陣時呢，有人過嚟喎，等我積聚福運啦。咦？耶律阿那律大吃一驚，因為係釋尊嘅聲音嚟嘅喎。咁佢話啦，唔敢當啊，釋尊你已經冇必要積聚任何福德㗎啦。咁釋尊話 ：No， 唔係，世上冇人比我更積極追求幸福。釋尊為阿那律指點迷津，教導佢世上有永遠值得追求嘅事物。追求真理係冇盡頭㗎，拯救人嘅實踐都係永無止境，達到自我實現嘅修行都冇終點㗎，學到老做到老。仲有啊，同大家講一句，我哋日日都有，大家有冇日日祈求自己宿命轉換啊？誠實，你揾唔到工，你揾到工，你又覺得宿命轉換；你個仔變乖，你就宿命轉，其實唔係㗎。宿命轉換轉到你死嗰一刻都未轉完㗎，因為你根本都唔知你過去世積聚咗幾多嘢，你有幾多嘢要改，所以我哋不斷要努力，不斷去做㗎。釋尊話啦，世上冇人比我更積極追求幸福。呢句話佢有重大意義。佛法唔係希望人哋逃避人生現實，亦都唔係擺出一副悟達之後就超越晒一切嘅姿態。更何況啊，覺得自己先係特別嘅存在，呢個人啊就與佛法無緣㗎啦。要成為謙虛嘅幸福追求者。嗱，我要申述一下，幸福追求者唔係要你喺物質上追求喎，係心靈上追求。你覺得自己好幸福嗰一種追求喎。如果你心呢個就係心之財。如果你心裏邊覺得幸福嘅話，乜嘢都係好㗎啦。你有時唔使追求乜嘢呢，佢自然都會嚟㗎啦。我哋要比任何人都勇敢愉快行動，不過唔好錯過積聚福運嘅機會。嗱，我又要申述一下，我哋盡量唔好為咗積聚福運而去做你想要做應該做嘅嘢咯。我哋去
鼓勵人哋做廣宣流布，去幫助別人，係因為我哋有慈悲心，我哋想去幫助人，想人哋好。千祈唔好為咗積聚而去做呢樣嘢咯。嗱，你要做呢樣嘢係真係會積聚到福運嘅，但係即係好似交換咁樣咯。你攞出幾多，你收翻幾多。但係如果你唔係諗住積聚而去做嘅話咧，嗰個回報啊，10倍、20倍都唔止啊。所以我真係好希望大家唔好為咗積聚要做你應該做嘅嘢，同埋你想做嘅嘢。因為如果你真心去想做，嗱，譬如咁啦，我想喺人哋身上得到某一樣嘢，咁我就去討好佢咯，去幫佢做嘢咯喎。咁當然啦，嗰個人因為你幫過佢做嘢嘅話咧，佢會回報翻你所需要嘅嘢俾你。但係呢個係一時之間嘅咋。舉個例俾你聽啦。嗱，我同我大佬咧就好多年個關係好差㗎，都直情唔睬㗎，都唔見面㗎。但係唔知點解咧，即係我真係改變咗啦。咁我今次翻到嚟香港咧，我開始睇到我大佬嘅好處啊。佢真係好有慈悲心，佢係鬧人，佢做副警務處長㗎嘛以前。佢有時係好惡同你講嘢，但係佢心好好㗎喎。佢即係無條件，成日見到啲妹有啲咩問題，佢主動去幫佢啊，咁樣同埋問候佢啊咁。同埋佢個人真係好好㗎。佢做警察嘅時候，初出嚟做警察嘅時候，去拉小販啦。佢有個慈悲心，就係俾錢啲小販，你快啲行啦。佢仲俾錢人哋啊，唔趕人哋。咁所以咧，我開始我好尊敬我大佬啊，同埋大家年紀都大啦嘛。咁今日唔知聽日事，所以我真係好尊敬好錫我大佬。咁我哋一齊食飯嘅時候咧，我好多時咧都好認同我大佬講嘢，係乜咁。我家姐咧就話你托大腳咁喎。我後尾同我家姐講，我托我大佬大腳，我得到咩好處啫？係咪啊？我唔係因為得到好處先至去認同佢，我希望大佬快樂，佢身體健康，所以我咪盡量，我都唔係特別迎合，我根本係認同佢講嘅嘢啊嘛。我係唔想有任何回報，但我希望佢快樂。OK，我繼續講啦。我哋唔好傲慢，認為我都夠啦咁，一定要積聚更多福運。嗱，我再解釋一次，唔好為咗積聚福運去做你哋想你要做嘅嘢嚇。我哋要建立永恆嘅幸福境界。嗱，我再解釋一次啦，積聚福運就係令到你心內邊覺得幸福。嗱，呢啲就真係福運啦。我哋要永遠向上、永遠奮鬥嘅心理，脈動着佛法嘅精神。嗱，永遠向上咧，我自己都係㗎，即係I will not stop learning，我唔會停止去學習㗎。譬如我遇到有啲嘢我解釋唔到嘅咧，我即刻上網，呢樣嘢係乜嘢嚟㗎？咁從中咧我就學到好多嘢咯。嗱，釋尊話我嚟為你穿線，蘊含住好深厚嘅心意啊！係流露咗同修行者平等嘅哲學。大聖人講嘛，人向鏡子禮拜嘅時候，鏡中嘅影子又向自己禮拜。相信對方生命嘅佛性，由衷地尊敬與重視，如此對方嘅佛性都會照自己禮拜嘅喎。你尊重其他人嘅時候，人哋都會尊重你嘅喎。以真誠嘅心去接觸人哋嘅時候咧，對方都尊重自己嘅人格㗎，並且以祈求為根本。嗱，相反地，如果輕視他人，你自己都俾人輕視㗎。充滿憎恨嘅生命，力到你都會俾人憎㗎。我哋開闢人類互相尊重、共存共榮嘅康莊大道。然後我哋就要珍惜眼前嘅人啦。托爾斯泰咧就講述賢明嘅人生係乜嘢咧？乜嘢係重要之事、重要之人、重要之事咧？嗱，佢講咗幾個故仔，其中有一個咧就係3個移民嘅故事。從前
有位皇帝喺處理政務嘅時候呢，遇到3個疑問。第一個係開始工作嘅時候，最適當嘅時係乜嘢呢？不錯失嘅時，乜嘢嘅時先至唔會後悔呢？第二係自己最需要嘅人係乜嘢人？要珍惜乜嘢嘅人？第三係所有事業之中最重要嘅工作係乜嘢呢？皇帝好強烈希望得到答案，因為佢知道明白呢3點，佢就會成功噶啦。因此皇帝呢就頒布詔令咯，邊個能俾正確嘅答案就會得到重賞。但係得到好多答案，但係冇一個答案能令到佢滿意嘅。結果係皇帝遇咗一位庶民，即係普通人民啊，從佢嗰度揾到真實嘅答案。嗰位賢者指出，最重要嘅事係乜嘢呢？就係而家呢一刻 ，now present， 而家呢一刻係最重要嘅一刻。點解啊？因為呢一刻係會斷定咗以後你所發生嘅事，你嘅人生係點樣。好啦，最重要嘅人係乜嘢啊？就係而家喺你面前同你有關係嘅人。最重要嘅工作係乜嘢啊？就係對人行善，努力為人服務。重要嘅唔係幾時啊，係而家今日呢一日，要傾盡全力喺而家呢一刻，因為而家呢一刻包含住勝利嘅未來。仲有唔係特別嘅人喺好遠嘅地方唔係有權威、有知識、富翁，而係要珍惜而家與自己有緣嘅人，思考身邊每個人嘅特質，令佢哋充分發揮才能，呢個先係賢人，係贏得眾人信賴之道。無名也好，平凡也好，並唔係為自己，而係為人噶，為朋友，為眾生，忠於自己嘅行動。如果你能夠講出呢句話嘅人係真正嘅人中之王，係人生嘅皇帝。好啦，咁而家我同大家分享一個體驗啦。呢個會有講，當信力行力最強嘅時候呢，佛力法力係無窮無盡嘅。好似大聖人講道，雖大信心，祈念於此遇本尊，何時不可成就呢？而呢位會友開始分享啦，我以佢個第一身去講述呢個故事啦。我係一位初信者，好早以前呢，我就知道呢個佛法噶啦。我個二嫂一家人都係信奉呢個妙法嘅。後來二嫂都折服咗我弟弟、妹妹同埋弟婦，佢哋都感受到妙法嘅功德。佢一直不放棄想折服我，雖然自己相信亦都偶然間唱題但因為我對舊嘅佛法非常虔誠，由朝到晚都係燒香，一支接着一支去燒，但係對佛法完全唔明白，以為所有嘅佛都係一家人嘅啫，信奉妙法只不過多一位佛嘅啫。直到有一年屋企裏出咗啲事，喺走投無路嘅時候個妹妹同埋弟婦又再次跟我分享呢個妙法，於是我正式入信啦。而家呢，我同大家分享幾個體驗，呢個係關於佢自身身體嘅問題。入信妙法之前呢，佢時時會心臟唔舒服，成個人冇氣力。有一次仲要叫咗救護車。我唔清楚係唔係身體嘅問題，因為自己喺神靈方面係屬於比較敏感㗎。我知道一定係宿業嘅問題，所以堅持唔去醫院。
而係用舊嘅佛法化符嚟到解決符啊，即係符咒啊。雖然每次發作都會即係疏解少少啦，但係始終治標不治本。直到入信10幾日之後呢，有一次唱題時又發作啦。我覺得心臟一直發熱又很悶。呢次我並沒有去用舊嘅佛法，而係拿屋企通經絡嘅藥膏，一直搽一度唱題，然後慢慢舒緩咗。幾個月之內都冇呢個情況。接下來又係一個不可思議嘅病業。我喉嚨嘅聲帶一直唔好，已經持續有幾十年啦。時時個聲音沙啞冇聲，喉嚨都會好乾㗎。食魚又俾啲骨慘住。從幾年開始啊，每日起床嘅時候呢，個喉嚨就好唔舒服啦，要經過一陣先至慢慢緩解。嗱，我呢就唔想睇醫生嘅，所以一直都冇去做檢查。直至到有一日，我加入咗一個唱題嘅集會，過程中突然間喺喉嚨右邊突出咗一支魚骨，我都唔知道係幾時俾刺到。回想起來，應該係幾年前係吞食魚嘅時候被吉到嘅。當時個魚突出嚟嘅時候，喉嚨好唔舒服，應該係喉嚨俾個魚骨刺破咗。嗱，真係好耐嘅時間啦。經持唱完題目，到後來半夜牙又痛咯，牙痛好多之後呢，個胸口又肉痕，痕得好難受。嗱，可能過幾日就好啦。不管係喉嚨痛、牙痛或者胸口痕，我都係用一種通經絡嘅藥膏自己搽。但係我一路搽一路唱題，而家係多咗妙法呢個良藥。我剛剛開始時唱一小陣一會啊，個喉嚨就好唔舒服噶啦，唔係喝飲水就能解決噶啦。而家可以唱個幾小時，中間飲啲水就可以啦。妙法真係不可思議。嗱，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我嘅身體以前真係好差好差噶。我唱題嘅時候呢，唱3句唱5句都唱唔到噶啦，冇氣冇力。但係而家呢，我帶經嘅時候可以唱1個鐘頭都冇事，一路發覺自己轉變噶咯。呢個就係妙法。呢個會友話前幾日啊，佢右邊嘅頭皮突然間好痛喎，痛咗2日，但係佢堅持每日都唱題。題中唱題之間呢，佢湧現咗智慧，祈求藥王菩薩守護佢嘅頭皮唔再痛。嗰日唱咗3個多小時題目，好奇怪，真係唔痛咯。一次又一次，妙法令到佢好感動，亦都證實咗題目嘅力量，亦都明白咗佛法所講嘅南無妙法蓮華經如獅子哮，任何病障不足為禍。我亦都相信呢啲都係我嘅宿業，唱題出現一定係最好嘅。經過自己確信虔誠嘅唱題，已經變毒為藥，病業轉換啦。嗱，又再講返啦，好多年前啦，我成日呢叫做閃腰啊，閃腰即係乜嘢啊？即係個腰嗰度夾住個神經俾佢夾住咗啊，直情痛到呢，我要瞓喺個梳化度1個禮拜。然後等佢復原㗎。1年之中咧，起碼有幾次，我有次烏低身去點香嘅時候，去佛壇前，唔知抹佛壇，因為點香，一烏低少少就嚟㗎啦，痛到我唔喐得，要瞓喺度㗎。咁然後咧，我根本努力去原本尊度唱題。嗱，我都唔知我自己做咗乜嘢，可能係咪貼咗啲藥膏，我真係唔知啦。但係而家已經冇咗咯呢件事。即係唔會再有閃腰呢件事，當然我自己好小心啦。
但係我都唔知自己點樣，但我當然努力祈求啦。而家冇咗呢個問題咯。大聖人講：一生成佛抄教示，深信呢個道理而倡念南無妙法蓮華經，係一定可以一生成佛。你唔好有啲咩懷疑。法華經話：在我入滅後，應該受持呢個經典，呢個人喺佛道上一定可以成佛，唔需要懷疑，絕對唔可以有絲毫懷疑，係決定於一生成佛嘅信心。南無妙法蓮華經，確信就係知道出現嘅一定係最好嘅，所有障礙都一定為努力而行學而消除，如風於空中，一切無障礙。嗱，咩叫確信呢？以前我前輩咧成日都鬧我，都冇確信冇確信。我話咩叫確信啫？唔信我就唔會唱題啦。咁原來你唱題啊，唔係叫做確信啊，係叫做信，唔係確信。確信係乜嘢啊？係一位新入信嘅會友話，確信就係有事情發生之前啊，之時 the moment 你有問題嘅時候，你確信一定會搞掂嘅。你祈求某樣嘢未出嚟嘅時候，你確信一定會得到嘅，呢啲先至叫確信啊！你胃痛啊、周身痛啊，你唱題嘅時候唔係話如本尊啊，你俾我唔痛啦咁，唔係㗎。你要話如本尊，我一定要消除晒啲痛症。你去唱題，然後確信一定會消除，呢啲先係確信。好啦，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。餘下嘅時間請你大家有問題嘅時候，同我哋大家分享啦。